欢迎来到今天股市不断说，我们有 KHO 在旁边，Hello KHO。Hello，Hello，大家好。那其实刚刚应该这么说，需要拿到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市场的反应。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期货的市场，其实大家对于美股那边应该是蛮负面的，就是及时的那个反应，就觉得说这一次的对等关税公布出来，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来的更猛烈一点啊。那港股这边当然也是就是继续一个滑落的一个状态，但有些朋友说觉得港股和美股可以分开来看，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可以分開來看的嗎？能夠獨善其身嗎？誒、如果大家睇嗰個勢頭咧，就大家都係一齊走弱。但係如果佢哋各自經濟體受到幾大影響咧，就絕對要分開嚟睇，就唔係存在因為美股跌，所以啲錢流翻入嚟港股呢件事就唔合理嘅，或者就係點解大家會覺得我估到特朗普呢一個人想點咧？因為其實由一啲機構投資者嘅資金流顯示，由3月、2月開始，都係一路減持緊美股，減持緊一啲風險市場嘅嘢。咁點解既然一啲嘅機構投資者或者佢哋資訊比我哋更加全面嘅一啲投資者都去避險，點解我哋覺得我哋能夠估到特朗普想點，而我去迎合個 market，然後贏到錢咧？呢件事就係好多我哋散戶投資者一個好大嘅錯誤，就係自視過高啊！就係覺得我今次估到你係咁㗎啦，我贏小錢係冇所謂嘅，即係贏一啲細嘅錢係冇所謂。但係如果你因為咁樣而我要我買好多嘅股票，或者有啲乜嘢係受惠或者受害嘅股票，咁呢一個暫時唔應該去分，應該全部。既然個市場都係避險情緒嘅，就跟住去避險情緒，直至到美股開始冇乜嘢啦。開始已斷定咗啦，或者個市場適應到呢個關稅啦，或者冇一啲更壞嘅消息出嚟，但係我可以先即係今日係4月頭或者啱啱關稅出爐啦。咁但係大家會去諗嘅後邊有啲咩嘅問題咧？第一就係、會唔會有啲國家係出現一個反制嘅措施啦，包括中國啦，包括歐洲啦，都係打算佢哋去反制嘅。咁如果你反制我，你一拳我一腳，咁其實未打完喎，呢一場交係未打完嘅喎。呢個係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要睇下，因為個關稅，所以個市場或者一啲機構投資者，佢哋點樣去諗美國經濟衰退呢一個議題，覺得有幾大程度會影響到個美國實體經濟。如果因為咁樣，所以消費力弱咗，所以一啲投資者少咗，所以佢中間賺嘅錢經濟流動係少咗。咁如果美國經濟衰退，會唔會令到其他嘅國家都有機會拖累埋咧？呢件事就係環球地去睇嘅，咁所以就變成咗。當然，大家可能睇港股，今日其實都唔係跌好多啫，400幾點，其實唔係好多。但係你留意翻400幾點係一個開始啊，定係大家會唔會願意入場去撈貨啦？定係我個資金其實有信心喺呢個位已經見到低位咧？暫時嚟講係見唔到嘅。呢一個就係點解而家對於港股都係要保守啲，或者再保守啲咧嘅諗法咧。咁當然我去收息，我唔買，我買翻啲中特股咪算咯。咁如果你進取少少嘅，咁我咪做一啲短炒咯。因為就係希望盡量暴露喺個市場入邊嘅錢越少，或者就係越受個經濟影響個情況越低，咁就係今日大家都係共同咁樣去希望做到呢一件事。所以唔係一個進取嘅時間，有機會去玩到幾時咧？有機會係維持成個第二季，成個第二季只哇，會係咁。嗯這個預判蠻厲害的，因為當時大家有一種感覺是覺得2、3月份我們捱過去了，到了4嗯月份可以日子好過一點。但是你剛剛的意思是說，可能整個第二季度我們都要去繼續的去消化這一次的，不管是這個叫做特朗普關稅啊，就是你說嗯整個第二季度都要大家不停的在消化。但是我今天也是看到大家已經在那邊在說，有可能美聯儲會不會有更
更难做的一种状态啊。他形容了他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整个的这个市场可能要面临更大的通胀，那么其实它的息率不可以减的太多，对吧？但是呢，同样如果经济数据接下来出来不好，这个市场一下子这个经济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会不会它其实很需要去减息，所以就留给那个美联储那边的那个空间会非常的少，这是其中的一个点。但当然，特朗普他自己他的那个整个的行政命令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就是对美国经济好的嘛，对吧？但这个你嗯。怎么看？其實今日咧，聯儲局減息咧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個咧，因為呢個係聯儲局其中一個官員去講嘅。而家之前喺個關稅出現之前咧，有機會係一個開心嘅減息，但係而家再去減息，有機會係一個傷心嘅減息。你開心嘅減你開心嘅減息係點樣咧？就係因為我個通脹回落嚟，所以我哋能夠去調低個利率。而呢件事咧係對個市場咧係冇害嘅，冇特別嘅害處嘅，因為冇影響到個實體經濟啊嘛。但係傷心嘅減息就係我哋而家面對一個經濟下行嘅風險，所以我哋必須要減息。而呢一個嘅減息刺激對於個市場有機會係短暫，因為大家會知道經濟週期開始轉變，就係一個短升長跌嘅情況。所以今日就算去聯儲局全減息，或者突然之間去放得好鴿，呢一樣嘢並唔係一個中長線利好嘅因素，甚至乎而家成個氣氛開始轉弱啦，大家會調翻轉頭諗，你而家係咪見到一啲嘅經濟情況轉差，所以你要急急腳去減息咧？呢件事有機會對個市場或者美股啦造成一個更加大嘅恐慌，呢、一個有機會係而家一個轉變嚟嘅，因為之前咧就係大家唔相信經濟衰退噶嘛。喺美國，你以往22、23、24炒得好開心，係因為大家唔相信經濟衰退啊嘛。咁但係嚟到25年，而家出現咗個咁嘅關稅喎，咁大家就會開始相信經濟衰退係一個事實。當經濟衰退係一個事實嘅時間，咁你減息就係要刺激經濟，就唔係要因為嗰個嘅通脹問題降溫，所以我哋可以減息。所以呢一樣嘢就要開始睇下個市場氣氛，當真正地去放鴿，佢個市升到幾耐咧？因為可能升一個鐘頭就算數，可能因為以前咧炒減息預期咧可以炒半年嘅。但係如果今日我淨係一個減息預期炒得一兩日嘅，咁大家可以知道喺呢一個氣氛底下講減息，你可以炒得到幾遠啦？呢一個就係今日大家要留意唔同嘅情況講減息，係有唔同嘅一個市場反應，唔同嘅一個效果出到嚟嘅。呢個唔好話一減息就要我要買股票啦，刺激翻個股市啦，唔好，千祈唔啊，好，我因為有機會引發更很好。大嘅跌浪。你这个真的说的很好，就是大家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那个时候它是出来是救市的，那大家的心情嗯就觉得，哦哟，这个经济要差成什么样子了啊，你这个要加快速，所以整个市场的反应会很不一样。哎，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就是手上有可能，我估计多数的朋友们并没有说是能够做到完全的清仓吧，这应该是不大嗯嗯容易的。啊，嗯。那如果还是有货的，不管是怎么样的美股的货底呀、之类的，那他如果还要再熬一个季度，那就比较难嘞，会不会？之前没有恐慌，现在要恐慌了。其實美股真係出現恐慌未咧？未真嗯，正地出我也觉得現恐慌，对对对，是，因為大家觉得是调整。之前咧由22,000幾個納指100，22,000幾跌到落嚟19,000點邊，其實佢都冇經歷過一啲好大超大嘅跌浪，因為中間佢有反彈嘅。如果真正地出現一個恐慌咧，係會可能連續幾日大跌啊，跌到個市場我係焗住一定要斬貨啊嗰一啲情況。咁所以今日有機會就係、都仲係喺一個浪住喺一啲支持位嘅一個情況，所以你話而家去美股，我有蟹貨喎，點做？咁就係要睇啦。第一，你有冇咁樣嘅持貨能力？咁樣嘅持貨能力係源自於你22、23、24年喺美股我贏咗幾多？而去計數，我今日仲可唔可以去同呢啲股票去捱，或者就係呢啲股票會唔會受到一啲好恐怖嘅關稅影響？即係如果係蘋果咁樣，咁一定受到好大影響啦。咁如果你係一啲真係唔係好關事嘅，或者
或者係金轉，因為 AI 好似短期唔係好炒喎，所以我要等一等喎，我要之後再憧憬過喎。咁你捱唔捱過呢一段咧？呢一個就係在於你咩位買，同埋就係你喺美股而家再去追沽，你要等第一你要等彈啦，第二就係你追沽不如先處理咗個倉。喺美股最應該驚嘅唔係一啲大價股，而係一啲以往估值超級地貴。啱啱提到點解一定要講經濟衰退呢樣嘢，或者嗰個經濟下行風險。當經濟下行，大家對個估值嘅要求就會更加高。當對個估值嘅要求更加高，就係佢會覺得你貴咗少少咧，都唔願意俾日價去繼續買。咁所以一啲本來二三四線嘅一啲美股係會因為呢一個問題而捱一啲唔同嘅四方八面嘅資金都會去減持佢嘅，因為喺一個市場唔咁不明朗嘅情況下，唔接受咁高估值。所以如果大家手頭上有一啲二三四線股，即係非七紅或者一啲以往炒得好勁，啱啱入咗指數或者係純概念嘅類別咧，嗰啲係要非常咁小心，或者就係每彈你都要去減，甚至乎剩翻美股嘅倉，可能就係我得翻一啲捱得到嘅盈利能力 OK 嘅，同其實都算係啦，或者就係大家唔需要將啲錢轉去到防守股。你港股可以，但係美股唔需要。美股你直接走去我轉去做黃金，我轉去做美債冇問題，但係唔需要去買翻啲麥當勞啊、聯合健康啊呢一堆嘢，唔需要嘅，唔需要嘅。你因為喺我哋嘅角度，點解我哋之前對美股咁熱衷、咁開心？就係美股係一個好縱容散戶嘅一個市場嚟嘅，佢超縱容嘅，就係因為我哋可以冇腦冇技術地去買，而去繼續試新高。咁確是這樣，真的，係啊，大家都唔係去話我要去買一啲好穩陣嘅嘢，然後期望一年可能贏到8% 嘅股價、10% 嘅股價，唔係望呢啲噶嘛。咁變成咗好啦，當今日美股唔得啦，咁點解我要將啲錢轉喺呢度咧？唔需要，反而港股就要啦。港股就係其實你見到小米啦，你見到中芯啦，你見到好多唔同嘅公司開始出現一啲問題啊，或者出現一啲減持嘅情況啊，呢一啲其實係影響緊個氣氛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港股自己都有啲穿位啦。如果係上唔翻23,000嘅話，其實都要開始驚一個大啲嘅調整啦。有機會就係行到1000點落去啦，最少都咁，所以變成咗咧，今日喺港股要留意咧，就係留意啲資金會唔會撐一啲中特股，冇經過 DeepSeek 嘅洗禮，即係話電信股唔係啦，中特股本來包含電信股啊嘛，但係電信股3隻都係有數據中心嘅，3隻都係有都係有合作嘅，有一啲 AI 嘅合作嘅，所以嗰一啲咧就唔使睇住啦，就變成咗你可能去望一啲神華啊。1088啊，或者黃金相關啊，或者海友啊，嗰啲冇經歷過呢一段炒 AI 嘅一個憧憬，咁變成咗就係個資金嘅避難所，甚至乎喺香港做一啲收息嘅 ETF 都係冇問題，但係新經濟股呢一轉有機會佢要一段長少少嘅時間喺一個。去試一個新嘅支持位，去到一個咩位，大家願意覺得我而家可以再慢慢去買咧？暫時未見到嘅而家。好啊，那我覺得這已經是非常非常概括的，已經把這個市場啊，就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那個情況啊，已經把這個 picture 給到大家了。謝謝今天 Carol 給我們帶來的時間，我們下次再聊，拜拜。Thank you，拜拜。